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4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委內瑞拉，聊一聊馬杜羅。昨天我在做那個伊朗的節目的時候我當時就看到了新聞說這個委內瑞拉首都發生爆炸，但是進一步的消息沒有。我以為感覺到應該是美軍動手了，結果節目做完我再看新聞的時候，消息就出來了，令人震驚馬杜羅夫婦居然被美軍三角洲部隊給抓走了。上了美軍的軍艦現在正在驶往這個美國，這個可以叫舉世震驚自從這個特朗普上台以後他不是開出了5000萬美元這個懸賞嗎？要抓這個馬杜羅，很多人都以為是開玩笑。這個馬杜羅他在他的那個總統府是吧，聲嘶力竭的喊是吧，來抓我呀！我就在這個總統府，我就在這等着你們這些懦夫。結果帥不過3秒果然就被抓了。這讓我想起了那個周星馳的九品芝麻官那裡面那個常威是說來打我呀，很嚣張是吧？結果周星馳上去果然一頓打，打完之後他還說從來沒有人提出這種要求，就你提出這樣的要求我當然滿足这回特朗普也像周星馳一樣對吧？既然你提出這樣的要求，我一定要滿足你果然就把他抓了。再次驗證了現實比這個文藝作品更加荒誕離奇不可思議。這個具體的過程還有這個視頻現在網上到處都是對吧？馬杜羅被俘的視頻，戴着手銬的对吧？坐在飛機上的，穿着救生衣的各種視頻都有。剛開始大家還不敢相信，後來等到這些視頻一出來，再等到特朗普開新聞發布會很多人才敢相信。怎麼形容這個事呢？我想起了這個三國裡面描寫關二爺關羽叫100萬軍中取敵將首級，如探囊取物。這叫探囊取物就是太輕鬆了這一計叫黑虎掏心，也不干別人的事人就抓馬杜羅，其他人走開對吧？別濺一身血。整個委內瑞拉似乎都睡着了。委內瑞拉正規軍20多萬對吧？總統衛隊有多少人對吧？他的親信有多少人？平時高薪養着的那些保鏢對吧？貼身侍衛都像是睡着了，給人感覺施了什麼魔法。特朗普向世人展示了一下，說什麼叫閃電戰對吧？這個就是閃電戰對吧？這個讓普京學着點，你看什麼叫閃電戰。所以從此這個特朗普就有資格嘲笑普京。特朗普他不是光說不練呢对吧？他說你俄羅斯本來3天的戰爭打成4年了，嘲笑普京。這回他有資格委內瑞拉這個馬杜羅看似強大對吧？他自從這個特朗普要抓他之後，他不是天天演習嗎？各種群眾集會對吧？要跟美國幹到底，要保護馬杜羅，各種遊行，各種發誓宣誓，居然一點作用都沒起。沒有起作用的還有俄羅斯人。大家都知道這個普京他已經表態對吧？他要保護这個委內瑞拉，保護馬杜羅。他不是嘴上說一說這個他派了瓦格納的很多這個雇傭軍在委內瑞拉。我看有網友說這個瓦格納的一個頭目也就是俄軍的前上校叫什麼亞布里特這名字我記得不一定準確還有一位空軍的上校，那個瓦格納的頭目據說被三角洲部隊一槍擊中這個咽喉，一槍打中眼睛，典型的特種作戰，就出手的話就是一擊致命。俄羅斯的飛行員呢準備駕駛那個什麼蘇式戰機要起飛，結果發現起飛不了，你起飛異常，在機場被人家給抓獲。這個照片也有是吧？也就是俄羅斯他真是帶了人還有裝備就是什麼 S-300、山毛櫸、鎧甲這些防空系統。馬杜羅說他有5000枚防空導彈，那都是俄式。結果現在視頻也出來了這些俄式的防空系統被炸了個七零八落的。最蹊蹺的是什麼呢？最蹊蹺的是委內瑞拉這個很多叫移動防空系統就是机动部署的他今天在這兒，明天可能拖到那個山邊，後天拖到居民樓，就是機動部署的這個防空系統，居然也被美軍輪子都炸飛了這網上視頻都有，大家可以去看。這說明什麼？就在聖誕節是吧？美軍啟用了已經廢棄很長時間，就是關閉有好幾年的一個叫波多黎各什麼空軍基地，大批的 F-35戰機進駐最先進的戰機進駐那兒離委內瑞拉只有1000公里。這個馬杜羅為了防止美軍打擊他是做足了功課他的這個防空系統那也是叫多層次立體式防空山毛櫸這個是中程的对吧？近程大概50公里以上。這個 S-300是300公里，然後高度是應該是9公里以上的高度，大型目標，它是遠距離這個防空，再加上鎧甲是吧？是这個近程防空，也就是它也是
遠、中、近3層啊多層次立體式防空。結果從这個結果來看啊，那就是形同虚設啊。當然了，還有某個國家賣給委內瑞拉這個雷達，據說也很先進，顯然也是沒有發揮作用啊。美軍三角洲部隊的這個支努幹是吧？直升飛機如入無人之境。當然了，美軍這次啊，我看那個委內瑞拉人拍的視頻啊，他們拍到了9架直升機，各種型號都有。俄羅斯的人員、俄羅斯的裝備，簡直就是個笑話。馬杜羅指望他們撐腰，確實啊，這個跟這個美軍一對比啊，這是代差啊。如果你要從這個軍事技術、裝備啊、思想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那實際上就是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较量嘛。結果這叫吊打啊，這叫一打一個不吱聲。就在這個之前啊，咱們有很多軍事專家不都說了嗎？有了这个俄羅斯的 S-300，美軍不敢輕舉妄動。結果啊，這個三角洲特種部隊行動之前啊，那肯定是 F-35啊一頓炸，對吧？每一個威脅目標啊，軍事目標這坐標人家都有啊，人家是精準打擊，對吧？連部署在一個公交站旁邊的一個機動式防空系統都被人家一舉摧毀。然後就是電子壓制，然後就是把他的陸軍什麼指揮系統給摧毀，打的都是關鍵節點，讓這個委內瑞拉這個軍事力量陷入癱瘓，首尾不能相應。這個時候三角洲特種部隊啊，那飛機直飛什麼馬杜羅的當晚睡覺的地方。當然伴隨着啊，還有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啊爆發大面積停電，委內瑞拉的通訊對吧也出現異常，這就是電子壓制啊，電子干擾，斷電措施，為這個三角洲部隊啊他的行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啊外部環境，沒有任何什麼來自地面的火力的威脅。多名當地目擊者證實，看到美軍機群採取超低空飛行戰術，利用地形掩護直插首都加拉加斯核心區域。三角洲部隊行動的核心目標位於蒂烏納堡，這裡是委內瑞拉國防部所在地，也是該國戒備最森嚴的軍事核心區。三角洲部隊的隊員利用定向爆破手段突入目標建築，並在極短的時間內瓦解了馬杜羅私人衛隊、榮譽衛隊的抵抗。極短時間什麼意思啊？大家也不用着急啊，這個三角洲部隊這個視頻啊，恐怕很快就要流露出來。就像那個擊斃本拉登對吧？那個視頻一樣。特朗普說他看了現場直播，這個很有可能啊。現場並未報告長時間的交火，顯示特種部隊達成了極高的戰術突然性。就我在想象這個當年美軍是吧？這個擊斃本拉登那個視頻啊，毫無還手之力，那不就是砍瓜切菜嗎？根據特朗普自己的說法啊，這個三角洲特別部隊啊，他們還攜帶了專用工具。什麼專用工具呢？據說啊，這個馬杜羅藏身的地方還有一個安全屋，全鋼制的。馬杜羅一旦進去了，那麼美軍恐怕也無可奈何。這時間啊就要這個延長，可能會夜長夢多。所以說啊，這個三角洲部隊做了充分準備，還帶了特制工具，以防啊這個馬杜羅真的藏到那個安全屋了，結果沒用上。馬杜羅在睡夢中都沒醒過來，然後被這個三角洲部隊啊把他從床上叫醒了，對吧？你已經被逮捕了。據說旁邊還有他的妻子啊，雙雙落網。馬杜羅還在睡夢中啊，腦袋完全是懵的，這都不知道這是演習還是幹啥，估計也是玩命的掐自己大腿是吧？這是夢，這是夢，不是真的。結果啊，被三角洲部隊啊給他帶上直升機，整個過程啊只有30分鐘，如果加上轟炸，反正不超過2小時。美軍無一人傷亡，直撲虎穴，對吧？把總統和總統夫人給抓走了。這是美國的作戰思想，美式行動，對吧？還有美制裝備跟俄式思想、俄式裝備，俄國人的這個一場徹底交鋒，那簡直差了2代3代啊！就這個讓我們特別容易想起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俄烏戰爭，委內瑞拉啊比這個烏克蘭要大，人口比烏克蘭稍微少那麼一點，都差不多。2022年2月24號吧，俄軍對烏克蘭也實施了這個斬首行動，對吧？他一共出動了60架直升飛機啊，帶了600名，對吧？空降部隊降落在這個基輔邊上的一個機場，叫突襲，對吧？也是帥不過3秒啊！你看他們長途奔襲，直接飛到基輔的機場，結果啊，正中人家圈套，這支部隊差點全軍覆沒。原因很簡單啊，就是俄羅斯你一撅屁股，人烏克蘭人就知道你要幹啥，所以人家故意的，對吧？引誘你去，在機場部署了一支，據說是這個民兵旅啊，或者叫邊防旅，是一支非常弱的部隊，實際上不是啊，他部署了一支精銳部隊，對吧？人家在這布下口袋陣，結果俄羅斯人就上當了，600名精銳啊，乘着直升飛機，結果一降落機場，人家首先啊，強行從別的機場強行起飛這個轟炸機啊，把那個機場
場跑道給炸掉了，也就是讓俄羅斯你後面的什麼伊爾26什麼大型的運輸機像運坦克裝甲車過來沒門，你降落不了，你大部隊在後面，你想来支援沒戲，所以這600名士兵就成了這個瓮中捉鱉啊，對吧？你再回頭看看这個特朗普搞的這個叫他們這個行動叫什麼名字？南方之矛，那簡直叫滴水不漏，太容易啊！這個實際上說明什麼呢？說明這麼幾個問題啊。首先第一個就是美國人這個情報啊，那確實相當發達，他這個情報能力，對吧？這個委內瑞拉所有的防空系統在什麼地方，關鍵節點在哪兒，連機動式的部署在哪兒，他都一清二楚。上来先砍瓜切菜，把這些都給你敲掉了，雷達也成了瞎子。這個情報系統還強在什麼地方呢？馬杜羅住在什麼地方，房間在哪兒，人家都一清二楚，對吧？房間裡有什麼東西，房間裡面還有個安全屋，人家都摸清楚了。這個是絕對的高度機密啊，說明這個美國人的情報啊，那做的絕对是叫情報先行。也就是说啊，這個叫什麼南方之矛行動啊，那就是完全是一個單向透明，就美國人看委內瑞拉那完全透明的，但是委內瑞拉你是不知道美國要幹啥，或者就是知道也沒用。所以第一個啊，這個美國的情報系統啊，這個情報能力或者叫美元能力吧，技術加美元，從這個角度看啊，委內瑞拉那絕對是被美國已經滲透成筛子了，对吧？就是馬杜羅身邊恐怕都有美軍的內應，馬杜羅的一舉一動早就給，對吧？美國這個情報局實時監控啊。根據這個特朗普的說法，本來在4天前就要動手了，就年底啊，新年，也就是說不想讓這個馬杜羅啊跨入2026年，結果因為天氣原因，對吧？能見度低，推遲了4天。他這麼說的話，不就說明馬杜羅的一舉一動美軍不都知道嗎？這是第一個啊，這是強大的情報系統和情報能力。第二個就是特朗普的心理戰，對吧？特朗普搞這個南方之矛行動之前啊，那对這個委內瑞拉也是極限施壓，什麼福特號航母，對吧？什麼硫磺島號打擊群，什麼核潛艇，什麼這個轟炸機飛到這個委內瑞拉上空，兵臨城下，是吧？給人感覺隨時要大戰一場。所以這個馬杜羅啊，委內瑞拉也是神經兮兮的，也是高度緊張之中啊。這個實際上就是極限施壓啊，對吧？一會兒要跟馬杜羅談一談，你自首吧；一會兒說，對吧？給你最後通牒。第三個就是這個特朗普要切斷外援，雖然這個普京啊一而再再而三說要保護這個委內瑞拉，實際上他被，對吧，陷於烏克蘭戰爭，早就不能自拔，哪有什麼力量去保護遠在美洲的委內瑞拉呢？他連身邊的這個叫敘利亞都保護不了，連巴沙爾他都保護不了，說白了就是個嘴炮啊！連伊朗他也保護不了。當然了，另外一個國家自始至終也沒有說要保護委內瑞拉啊，那恐怕就是做生意。我看有網友說啊，這個馬杜羅就是因為接近了啊另外一個國家的一個特使，結果夜裡的吧，睡夢中被人抓走了，就說去的及時啊，你要去晚了一步，你還到美國去見馬杜羅啊？会不會是馬杜羅那個手機啊出了問題？馬杜羅用的手機啊，對吧，是個知名品牌，很有可能它的安全係數不夠，被美軍呢，對吧，被美國人攻破了它的安全防禦，在裡面設了一個定位系統，對吧？實際上對馬杜羅是了如指掌，這完全有可能啊。所以說來說去啊，美軍這次叫南方之矛行動啊，直搗黃龍啊，實施這種斬首行動，再次展示了啊什麼叫代插，什麼叫吊打，嘴再硬這回也該服了。但是我看晚上啊有很多嘴硬的說什麼呢？開始拿這個主權說事，對吧？有很多人說，哎，你支持烏克蘭反抗俄羅斯侵略，對吧？俄羅斯悍然發動這個侵略戰爭的一個主權國家發動戰爭，烏克蘭是反侵略，那你美國對主權國家委內瑞拉這叫什麼？我看有很多人拿這個說事啊。首先我要說一下，在美西方那兒，馬杜羅政府就不是一個合法政府，應該是2018年還是哪一年？這個委內瑞拉大選，馬杜羅是失敗了，對吧？他自己不下台，從那以後啊，這個歐洲和美國他就不承認馬杜羅政府，对吧？人家到現在也不認為馬杜羅是總統。根據國際法啊，一個國家的總統那是最小的國家，只要是選出来的總統，他都有豁免權，你就不能去抓他。但問題是，人家根本就不承認馬杜羅是總統，對吧？而且一直啊，不是說昨天才不承認的，2018年、2019年人家就公開不承認你馬杜羅政府，你是個非法政府。那有人就說了，他是非法政府，那你美軍、你的直升機，对吧？你的 F-35就可以去轟炸人家嗎？這不是侵犯人家主權嗎？哎，這個說的有道理。實際上我在以前有個節目裡面說過啊，這就是主權和人權兩個相悖的時候，到底你要遵循哪個？你比如說啊，你村裡面有一戶人家天天在家裡面家暴、打媳婦、打孩子，鄰居聽見了之後
候該去管還是不該管呢？你要管的話，人家家政內政關你屁事啊！你要管，你就干涉了別人的主權；你要不管，人家那兒天天的撕心裂肺的打得慘叫，怎麼辦？人心所向啊！也就是說，美國三角洲部隊幹的這個事情，特朗普幹的這個事情，你要看委內瑞拉的人家是怎麼反應的，紛紛走上街頭，對吧？臉上洋溢着這個各種喜悅的笑容，再也不是一副挨欺負的臉，對吧？人們紛紛把馬杜羅的畫像給燒掉，給撕下來慶祝。那他這事幹的就是正義的。這個福克斯新聞啊，採訪特朗普啊，問他委內瑞拉人民的下一步將如何？特朗普說：“我們正在就此做出決策，我們不能冒險讓其他人接管並延續其原有的統治模式，我們將深度參與並為人民帶來自由。”我認為委內瑞拉人民非常高興，他們實質上一直處於獨裁統治啊，有毒的蔬菜啊，甚至更糟的境況之中。所以說啊，特朗普这個行為啊，他的瑕疵確實是啊，侵犯了人家主權，但你要看他帶來的結果。我看了一下啊，這個世界各國對這個事情的反應，那委內瑞拉的老朋友們那都是譴責啊，譴責美國侵犯主權。但是這個比如英國，對吧，還有歐洲這些國家，既沒有譴責，也沒有表達一種支持，相對來說是那種比較中立的。實際上啊，你看看烏克蘭人的反應就对了。這個烏克蘭的外交部長啊，西比加說啊，他說烏克蘭一貫捍衛各國人民享有自由生活、免受壓迫等權利，而馬杜羅政權在各個方面都違反了所有這些原則。也就是說啊，你這個馬杜羅政權得不到委內瑞拉人民的這個支持，你不能代表委內瑞拉人民。委內瑞拉國內呢，他現在主事的就是那個一個叫內政部長，一個叫副總統，但是我估計啊，很快就陷入癱瘓，誰會聽他的呢？这個委內瑞拉軍方已經表態啊，說不再支持現政權，並呼籲相關人士辭職。軍方代表委內瑞拉空軍中校叫貝爾特蘭呼籲各方保持冷靜，並指出任何針對即將在委內瑞拉落地的真正民主制度的顛覆苗頭都必須予以鏟除。玻利瓦爾國民軍已不再效忠於現政權。副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內政部長叫迪奧斯達多·卡貝略與國防部長叫帕德里尼奧必須交出權力啊！這就是委內瑞拉人民的呼聲。實際上大家心裡都清楚啊，美軍再天衣無縫，對吧？再周密的計劃，說來說去都是委內瑞拉人民不想反抗，竟無一人是男兒。為什麼？大家打心眼裡巴不得把這夫妻倆抓走，對吧？你趕緊吧，請快。所以甚至有英國的媒體說啊，对吧？這是馬杜羅啊和特朗普兩個人唱雙簧，馬杜羅主動配合，對吧？讓這個特朗普把他抓走，這樣對吧？跟特朗普達成交易，好歹對吧？留條命啊，了此慘生。如果他在委內瑞拉國內一旦這個他失去政權，那他下場很慘。這種分析有沒有可能呢？我只能說啊，這個能成立，但事實上可能不是啊。為什麼說能成立呢？也就是如果你是馬杜羅，你恐怕也會選擇讓你一看你不行了啊，大勢這個已去，那你肯定選擇向美軍投降啊，你後來有保障啊。你要向委內瑞拉那個反对派或者其他人投降，那說不定要叫株連三族是吧？株连九族也可能，死无葬身之地。這個二戰的時候，那德軍那都搶着向美軍和盟軍投降是吧？沒人願意向這個蘇聯投降，他們想方設法的向盟軍投降。你向盟軍投降，好歹對吧？有保障啊。你投降蘇聯，那就是非人的折磨。所以我們說來說去啊，就是馬杜羅他失去了民心，他根本就不能代表委內瑞拉人。所以當美軍來的時候，他們對吧，可以說是主動放棄抵抗啊。這個美國的情報機構滲透這麼嚴重，本質上反映的也是委內瑞拉老百姓放棄抵抗，他們巴不得對吧？你把這夫妻倆給帶走。這個就像某些國家對吧？100多年前，老百姓給那些外國軍隊帶路，幫他們挑東西，對吧？你別累着啊，小推車幫他們推那個後勤保障物資啊，然後帶着他們跑到城牆邊，告訴哪兒能進去，对吧？幫他們扶梯子，不是一個道理嗎？你已經失去民心了，對吧？老百姓巴不得你早點亡，早點結束，這個才是大背景，對吧？在這個大背景下，人家一滲透，人家在略施小計，你就是裝備最先進的武器有什麼用呢？對吧？你請那幾個瓦格納來，人家三角洲部隊上來3下5除2就把他，對吧？一槍爆頭。特朗普還說了啊，有不少這個古巴人在這次行動中死了，也就是他們，也就是馬杜羅他已經不相信自己人，對吧？
吧？他請瓦格纳，他請古巴人保卫他，結果这些人早就被美国掌握了，上来定点清楚，一枪一个。就这个事啊，我想你只要通过这个委內瑞拉老百姓的表態，他的反應，你就知道特朗普幹了一件好事，對吧？應該給他點個讚。我在最近的會員節目裡面一再提到的吧，我說2026年雖然經濟形勢不太好，但是整個世界啊在向文明轉化，對吧？25年敘利亞巴沙爾垮台，26年一開年馬杜羅又垮台，這個伊朗啊神棍政權又在搖搖欲墜，這些都是好消息啊。胡錫進老師的老朋友越來越少，對吧？還有很多人啊，你再看一下，特朗普三角洲部隊去了，人家就是把2個犯罪分子給帶走，回美國公審，對吧？給他安了4項罪名，一個什麼國家恐怖主義，一個是販毒，還有一個武裝抗美，還有個什麼罪名啊？人家要審判他，有沒有佔領委內瑞拉1分1毫土地？有沒有在委內瑞拉搞公投讓他加入美國？這就和俄羅斯的這個戰爭啊，這叫天壤之別。普京出兵侵略烏克蘭就是要土地，各種手段把300年前慣用的一招都搬出來了。俄羅斯周邊這個國家哪一個沒被他侵略過？哪一個沒有被他用這種手段霸佔了多少領土？這兩個能一樣嗎？薩達姆下台，伊拉克人現在日子好了，所以說啊，給特朗普點個讚。真正害怕的，對吧？是有毒的蔬菜，他們在害怕。你視老百姓如草芥，你把老百姓當韭菜割，那你就不能指望老百姓保護，對吧？別指望着乞丐守襄陽啊！2026年讓那些這個越來越少的，對吧？存世不多的有毒蔬菜啊，應該是他們驚慌之年。也衷心祝賀啊，委內瑞拉人民能夠把握機會，對吧？走向光明，不要走彎路了，不要開倒車啊！當然有人關心啊，說印度啊在委內瑞拉有這個投資，還有這個借債，怎麼辦？實際上我可以告訴大家啊，委內瑞拉變天啊，對印度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委內瑞拉的石油，對吧？再也得不到這個，不會被制裁。那個特朗普說美國的石油公司啊要到委內瑞拉，不管誰去，外資去，委內瑞拉的石油一定會啊大量的出口。它石油只要能大量出口，就能彌補俄羅斯的這個石油下降的這個不足。那印度那是，對吧？那是石油的重要市場，不管委內瑞拉是誰當政，他都要跟印度做生意，把油要賣到印度，所以關係只會越來越好。以前賣石油給印度，那美國還不讓制裁啊，現在再賣，美國不會制裁。你說對印度是好事還是壞事？只有好事啊，沒有壞事。你給委內瑞拉借的錢，如果不是用來鎮壓委內瑞拉老百姓的，對吧？你是委內瑞拉的民生工程，那委內瑞拉他還要還。如果你提供的資金是為了加強馬杜羅的獨裁，那人家不還也該你倒霉，對吧？人家不向你索賠就不錯了。所以不要助紂為虐啊。對俄羅斯對伊朗，那這絕對的是一個震懾啊。為什麼呢？是個打擊，因為只要委內瑞拉的油啊能夠順暢的開採出來賣向全世界，那你俄羅斯你再拿油來做文章沒戲了，對吧？你不要指着你那個油，對吧？一停止開採，這個美國就會通脹啊，世界就缺油，油價就飛升，就做夢去吧。伊朗也是啊，伊朗動不動就要封鎖那霍爾姆斯海峽，對吧？那個世界這個油是不是就要飆漲？你算盤打錯了。實際上這個啊，對俄羅斯來說才叫釜底抽薪，這個才叫一記悶棍吶。那所以這個事情誰失敗了呢？誰吃虧呢？對吧？有毒蔬菜政權都吃虧，委內瑞拉老百姓佔便宜，世界的油價恐怕要穩住，甚至要下降。這些原油進口國都跟着沾光，世界原油的供應更加穩定。委內瑞拉的這個石油儲量跟阿拉伯是一樣的，跟沙特啊，什麼概念？對吧？這一下兩個印度啊，他就沒有借口了，再去支持俄羅斯了。為什麼呢？對吧？因為這兩個印度他老是叫苦，說我們缺石油，你不讓我從俄羅斯買，讓我從哪兒買？委內瑞拉你也不讓，伊朗你也制裁，請問從哪兒買？對吧？這個是現實問題啊。你特朗普再不講理，你這個你得給算算。所以說特朗普他也沒招啊。這一下好了，你從委內瑞拉買就這麼簡單，對吧？再制裁印度，不讓你從俄羅斯進口石油，那順理成章。所以說啊，真正害怕的恐怕是地保老人了。地保老人現在已經感覺到大勢已去啊，脖子上的繩子是越勒越緊，脊梁骨快塌了。2026年啊，才3天是吧？你看看，仿佛讓人們又看到了光明。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